继续健康吃饱二，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。医疗生理即马愈做愈大，规年咱规台湾拢总有3万到4万人因为骹头骨关节有问题，都要换人工的关节。即马患者总算会当利用治疗细胞的方式，利用家己干细胞再生修复骹头骨的软骨。也毋过，毋若是干来当医治咱台湾人，煞来搁再5万外国人嘛会当来到台湾，互医生看。2023年应该有400亿的生理。 长期受到骹头骨关节退化的影响，来甲注这个玻尿酸嘛是暂时小疏解一下尔。搁过一段时间，这个骹头骨就由倒会开始痛。规台湾逐年差不多有3万4千人因为这个骹头骨的关节退化，也是这个灼伤来换人工的关节。不过伫未来有机会，唔免行到这个坎站。它是一个就是全新的方式，就是让用这个干细胞，让促进那个软骨的再生。伫个去年9月。 卫福部就优先伫个附近的国家来开放这个特管医疗办法，开放细胞治疗技术。未来自体免疫细胞就会当辅助癌症来做治疗，自体软骨细胞会当修复这个骹头骨的关节，用骹头骨的关节细胞来做治疗。医生阁有法度对骹头骨刺啊，甲抽这个母细胞来培养，再阁用超音波来甲拍入去骹头骨，安尼内底的软骨就会长阁生出来了。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医疗的技术在世界上来讲，也是排名在前几名。这个来自海外的地区的居民到台湾来做这个国际医疗。这款细胞治疗的技术，除了咱国内有真侪患者通受到帮助，咱台湾率先边的国家来做这个细胞治疗的技术，估计嘛当吸引到真侪外国来的患者。因为敢若伫去年，都有36万的国际患者来台湾治疗。玻尿来我们本院的治疗的确是非常的多哈。那玻尿病患他们因为民族性的关系，他们的确是比较胖，然后那个体重也比较重一点，所以他们常常退化性关节都是提早发生。病院阁评估讲，若到2023年的时阵，国际医疗的产值就会增加到400亿。伫个现阶段，各病院嘛拢已经送出细胞治疗技术的申请，佮等这个卫福部来审查通过，希望会当伫个未来创造更较悬的台湾医疗产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